马可福音第4章，耶稣搁一遍伫加利利湖边伫教示人，有一大群人聚集wat来，伊刷着上去船顶坐，船伫湖呢，规大群人伫岸顶。耶稣用譬如教示因真侪项事，伊教示的时，甲因讲：着注意听，有一个夜种子的人出去夜种子，伊夜的时，有的种子落伫路边，鸟仔飞来，甲伊食了了；有的落伫石头地，土少的所在，因为土无深，真紧就腐芽。日头一个出，甲伊拍着，因为无根就焦去；有的落伫刺皮内，刺仔大丛起来，甲伊翕死，就无结实；有的落伫好土地，就发芽、成长、结实；有的结3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100倍。耶稣讲：有耳孔通听的人，就听。耶稣家己一个的时，伫伊的周围的人，甲12使徒来问伊遮的譬喻的意思。耶稣就甲因讲：上帝国的奥秘已经有互认，毋过对外人逐项拢是用譬喻，要互因看搁看，嘛看无；听搁听，嘛无了解。若毋是安尼，因为灰心转意，上帝就甲因赦免。耶稣阁问因讲：即个譬喻，恁袂明白是无？安尼恁哪会明白其他所有的譬喻？夜种子的是夜上帝的信息，夜伫路边的是指人听到信息，撒旦随时来，甲夜伫因心内的信息抢去。相反，夜伫石头地的是指人听到信息，随时欢喜接受，不过伫因的心内定根无深，挡袂久。一个为着信息拄着患难，也是迫害，随时放杀。也伫刺皮内的是指人听到信息了后，因为生活的看路、钱财的迷惑，甲其他逐款的私欲入去心内，甲所听到的信息翕死，煞袂结实。遐个也伫好土地的是指人听到信息，欢喜接受，就结实。有的3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100倍。耶稣问因讲：顶剑有人摕去用刀甲伊砍起来，还是放伫面床骹，毋是踩伫灯台顶？因为一切稳捌的，无一项袂显露；一切暗藏的，无一项袂露现。有耳孔通听的人，就听。耶稣阁甲因讲：着注意恁所得听的，恁用什么量互人，上帝会照安尼量互恁，甚至互恁搁较多。因为有的要互伊搁较多，无的连伊所有的嘛要甲伊抢起来。耶稣阁讲：上帝国亲像人夜种子伫地里，伊暗时去困，日时起来，种子伫腐芽大丛，伊毋知安怎会安尼。土地自然生产五穀，大先腐芽，后来吐穗，最后把穗。五穀熟的时，随时用黏力收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到啦。耶稣问讲：咱要用什么来比拼上帝国？要用什么譬喻来说明？上帝国亲像一粒芥菜籽，压落地的时，是地上种子的中间上细粒的，压落去，大丛起来了后，比所有的菜穗搁较大丛，发出大枝花，空中的鸟仔都袂当伫树园下做收。耶稣用真侪亲像即款的譬喻，对众人宣讲信息，拢照因所话明白的甲因讲。伊无用别款的方式，只有用譬喻对因讲。不过
简单甲家己的问答做伙的时，才逐项甲因说明。迄日天暗的时，耶稣对门徒讲：“咱过来去迄边看。”门徒就离开群众上船，甲已经伫船顶的耶稣做伙去。有几若只船嘛做伙去。忽然起大风，硬破入船内，直到船予水淹到要满。耶稣伫船尾看枕头在困，门徒甲伊叫醒讲：“老师，阮得要无命咯，你无要紧哦。”耶稣起来，即避风，阁命令应讲：“静落去，停落来。”风点去，乌就静静静。耶稣对门徒讲：“恁哪遐尼惊？恁还无信心是无？”因非常惊吓，讲来讲去，这个是什么人？连风答应就顺服。